挂掉啊啦，你只。哦，原来是钓上去这两个，这是地鼠诶。好了，我直接等。啊！哎，阿公啊！哦，我想讲你甲我放婚照啊！啊，你想哪甲我约伫遮啦？这吼，这有故事的，因为我细汉拢会为遮过，是。然后我被我妈妈载，我若来到遮吼，看到这两个，我拢会惊到，暗时啊拢会做噩梦。哦，对对。因为小时候对这种东西会惊，会恐惧。对对对，啊，长大吼，长大我甲问是大人，知影讲男生他是一个医生，啊，那旁边这一个是他太太。啊，因两个感情足好的啊！啊，因少年的时阵，因就是想讲吼，如果有一方先离开了，那另一方是不是会想对方？所以因拢请人把因的样貌拢刻伫遮。哦，你记出来啊？对对对，啊你当我知影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对他们就不会恐惧了，反而会觉得说它是很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。有当时你对一寡甲无责任的物件会惊呀，但是只要你去熟悉。你去接受，对对，你了解，反正觉得这个地方哈变成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地方。有事无事坐马术。